随着疫情影响，咱的生活也开始改变啊。阳明交通大学的学生就透过科技设计出用 AI 人工智慧来替粪扫分类，而且还会当自动填粪扫桶的挂，手袂去摸到降低干涉的风险。做放垃圾。将物件放在镜头前，利用 AI 技术，连咪知影是倒一类粪扫，爱掀开倒一个怪粪扫桶。在疫情时期，免去用手去接触，会当降低风险。我们这个垃圾桶它会自动帮我们打开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去摸到垃圾桶的盖子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等于是无接触的丢垃圾。对，对疫情一定会有一点帮助。靠这款电动，规则是爱赶紧找到疫苗、催验这的防疫工具，若无游戏就会结束，让大家对游戏内底加深防疫的观念。寻找疫苗，像疫苗之类的物品收集起来，就可以避免受到感染。同时，地板也会随着音乐绿色和红色的变换，提醒使用者说应该要躲到绿色的区域，避免被感染。还有透过无共领域的课程设计，甲原本无共系数的学生科做伙结头壳，共同合作。因应疫情，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实作的内容做成数位化。那我们也借由实施跟调整，可以知道说怎么样数位化，怎么样去做训练，他真的学生有办法阶段性的去验证他到底有没有学到。现场包上新的插牙技术，让人感觉就亲像真正在游乐园内底同款的新奇体验。还好希望学生运用多元的未来科技，会当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。记者杜君和，新竹报道。